1990年4月5日，东突厥斯坦阿克套县巴人镇成千上万的无辜维吾尔民众遭到了中国暴政的残酷镇压。巴人人民表达了一些合理的要求，例如取消以计划生育名义下的禁止生育禁令，停止非法汉族移民来到东突厥斯坦定居。在中国军警的武力镇压中，该地区的9个村庄遭到空中轰炸，成千上万的东突厥斯坦人遭到屠杀。据目击者称，中国军警不分男女大小，任意扫射维吾尔民众。巴人大屠杀的29年纪念日，我们纪念所有革命烈士和无辜受害的群众。巴人大屠杀纪念日，土耳其和多个欧洲国家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斯坦人，特别是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今天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自由广场举行大型示威，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和集中营政策。示威者高举被中国任意逮捕的维吾尔人的照片，敦促中国关闭集中营并释放所有非法拘押者。43位来自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众两院议员4月4日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穆努钦以及商务部长罗斯发出一封联署信，敦促特朗普政府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对那些大规模关押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的中国官员和企业进行针对性制裁。联署信中提及的制裁对象包括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漫长的贸易谈判，预计两国之后可能会在几周之内宣布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我们正在转弯，我们将看到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在与两国谈判小组的椭圆形办公室露面时说道：“我们有办法走，但不能很远。”他补充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安全会议。根据克里姆林宫的一份声明，会议重点关注叙利亚局势，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莫斯科。此外，声明称，会议就下周召开的俄罗斯土耳其高层合作会议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继续在东突厥斯坦未经审判监禁维吾尔和哈萨克突厥人。哈萨克新闻报道，中国共产党在东突厥斯坦哈萨克自治区阿尔泰省挖区的消息称，3月31日，爱国13名哈萨克青年帮助周围奇怪的组织，被控建立非法慈善机构，被判处3至20年监禁。